不洛，这次郝迪推荐的那个叫周瑜的表现如何呀？还行吧，一般般。这还叫一般啊，老谷？体能不行。周瑜真的是很有天赋哈，尤其是在自由泳方面，啊，无可厚非，2分啊，和高峰差不多了。只可惜，体能测试不及格，不到1秒钟。差0.1秒也是差呀。哎，老谷，你能不能不这么死板啊？他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。我们这次大面积的去选拔，而不是从2梯队来挑人，不就是为了找那些有天赋的好苗子吗？啊，经过训练不就成了吗？你这么计较，不就本末倒置了吗？是吧，校长？大周末的，你又折腾我干嘛？网上高峰的报道，你看了吗？人家说的也没错啊，他就是一个靠老爸的。你看马总这样针对高峰，他实力也还不错呀。哎，就一个手下败将呗，有什么好的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Lucas， 省内争霸赛要我去做采访啊。啊，好，到时候我会过去的。老谷说别怨他啊！啊，对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祝一下我们高教练生日快乐？哎，对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今天你们来啊，他特高兴。哎，老王老师啊，今天一定要喝个够。好的好的，多吃点哈。老跟言多吃。爸，生日快乐！高峰啊，比赛怎么样啊？怎么又和上次一样啊？哎，什么时候有所突破呀？坐一说吧，来，高峰，坐我那儿去。看看儿子给你买的蛋糕，还是无糖的呢。知道你选糖高，咱们儿子多细心啊！我不需要他的细心，我需要他努力。高峰，你说说，你怎么老是原地踏步？我尽力了吧？尽力？你就这一点能耐？高峰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努力超越自己，你就不要再游泳了。行。高峰，高峰，高峰！过分了啊！老高啊，你干嘛呀？生日还过不过？行行行，咱吃咱的，这哎，不理他。哎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吃去，随便吃啊。高峰，好，领队。你爸太不像话了，他不知道运动员很难吗？他不知道你付出多少吗？银牌，银牌那么容易拿的？不过他也是气昏了头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也是太爱你了，才跟着你着急，所以一下都不知道讲究方式方法了。我现在也知道你很委屈，一会儿我好好说说他。让他跟你赔礼道歉。
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说。啊，那个饭我就不吃了，谢谢你好顿，我先走了。这个时候，体重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你看侯一星，在所有的第1棒参赛选手当中是最瘦的，最容易被冲走。很明显，这个浪过来之后呢，你看他身体起伏就变得非常大。你再看，这个时候啊，体重还是有点压不住了。你看他们厉害吗？你想像他们一样去参加游泳比赛吗？想。就你今天的表现，你还想去参加比赛？你看人家周瑜游得多快多好，你呢？我平时教你的，你都学到哪里去了？要做就要做最好的，知道吗？现在亚运会的男子100米比赛接力也是他们之前的次次都找借口，你没看他哪次真的比赛第1了？你要再不努力超越自己，你就不要再游泳了。泳队太子爷吧，仗着老爸国家队教练，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实力。高峰，希望你下次比赛不要输得太难看。来，周瑜，谢谢。恭喜你，好好努力啊！我会努力的。哎，鱼儿，妈，我通过了，我进泳队了，挺好的。小鱼，喂，光光，我通过了。怎么样？我就说过你一定行吧？恭喜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正式成为一名职业游泳运动员了。小雨，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你回去了还是要跟你妈妈好好沟通一下，啊，要注意态度啊。你妈妈的态度你是知道的，啊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和我妈说的，啊。喂，妈，怎么回事啊？现在马术比赛也结束了，你怎么还不买机票飞回呢？
妈，是这样，我现在刚回国，还想在这儿待一段时间，反正也不着急嘛，休息休息。那好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自己小心点啊，常和妈汇报情况。我知道了。儿子，既然决定走游泳运动员这条路，妈，别送了，好好游啊。在学校里要跟老师和同学搞好关系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的。为了游泳，我方方面面都会做好。不是会，是一定要。别让妈担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走了。哎，别忘了给妈打电话啊。知道了，妈。高峰，其实不瞒你说呢，超过你一直是我的目标之一。那你的目标未免有些不切实际。哎，那个628怎么走？你也住628？怎么，你也住？谁安排的宿舍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进了体校就能改变什么。每年像你这样进来的人多了去了，但大多熬不过半个学期，因为受不了这里的高强度训练，还有和对手之间的实力差。但是体校每年还是会3番5次的让你这种人进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泳队鼓励良性竞争，没有你这种人，他们就完不成良性竞争。说白了，我们也需要陪跑的人，这就是你可以进来的原因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游泳世家，而且小时候我老赢你，不是吗？你想挺多啊！小时候的破事谁还记得？你太天真了。喂，高峰啊，哎，你接到周瑜了吗？我把周瑜安排在和你一个宿舍了。你把他带过去吧，因为他刚来学校，对这儿也不熟，好吧？知道了，郝领队。跟我来吧。宿舍就在前面。在你进宿舍之前呢，有几点我要嘱咐一下。第一呢，就是早上起来要轻手轻脚，不要打扰别人休息。第二呢，就是寝室卫生一定要搞好，垃圾不能隔夜。第三是你的个人卫生，训练完之后呢，一定要好好洗澡，脏衣服、脏袜子都得洗。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别这么啰嗦？婆婆妈妈的。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谁啊？哦，我新来的，住这儿。哦，住这儿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周瑜。哦，周瑜。啊。行，那你睡那张床。好。去吧。厕所没人吧？能用？厕所啊。能用，去吧。那个快点啊！
听说了，他要回来。他怎么从国家队退出去了？是发生什么了吗？不知道啊，我记得他之前还是全国冠军啊，我还真不相信他来了。喂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浩神要来了。行，马上，好。干什么？下来！怎么是你啊？这是我的宿舍，你在宿舍弄这些干嘛？我还以为是浩哥呢。哎，你这人，那你庆祝完了能不能把这些收拾一下呀？哎，我等会儿就收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周瑜的队员来咱们屋里？周瑜啊？在厕所呢。厕所去了。哎，我安排他睡了那张床，然后你睡这张。我东西已经放过去了，1号床是我的。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。哎呦，浩哥！既然我回来了，1号床就是我的。凭什么？没听说过我以前一直睡1号床吗？习惯了。那你可能要改一下你的习惯了。按照队里面的传统，谁成绩好，谁就睡1号床。所以1号床是我的。谁给你的自信？现在我回来了，就是我的。我现在就是队里的第1名，你不服我们可以比一比。等测验再说吧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这事儿我们以后慢慢说。哎呦，浩哥，你可真牛啊！哦，那个我叫胡景天，那个我是你的崇拜者，你就把我当你小弟吧。5号。好，那个胡景天啊，对，这个你贴的。对，这我给你贴的。把东西撕一下吧。我刚从国家队回来啊，影响不好。哦，行，撕，等会儿撕。那你先撕，我去找一下好领队。哎，好领队办公室他们搬新地方去了，我带你去。也行。走。明，喝口水压压惊。都怪你不回我消息。
你一给我发消息，我立马就下来了。你自己先跑上去了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独自跑去男生宿舍里呢？我不就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惊喜，我看是惊吓。不说那个了，你最近不是比赛了吗？比赛情况怎么样？就差一点点。别灰心，继续努力，下次一定夺冠军。真的，你信我。笑什么？就觉得你这话从一个万年老二嘴里出来，没说服力。你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，啊，我受惊吓这事儿，不能就这么过了吧？你总得补偿我一下。还是按老规矩呗，请你吃好吃的。好啊，那我要吃海鲜自助。海鲜自助？你把我当冤大头啊？我不管，只要你是我哥。行，就海鲜自助。那改天吧，等我有空的时候。什么改天啊？现在就去。现在就去？你这太着急了吧？哎呀，快走快走！我还要训练呢。我饿了，快点。行。你这离开一线队伍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理念一点都没落下呀。想吃哪家？那个就其实是稍微带一点中式改良的。行吧。但是我高度还是一直在的呀。哎呦，像你这么有高度的人，哎呀，你就没想过回来吗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破泳池啊？我那是在工作，又不是在吃喝玩乐。那泳池里信号不好，而且我手机没电了，关机我都不知道啊。你说你平日里找不到人就算了，现在冰冰生病了也找不到，你知道我一个人有多害怕吗？这样我和没有老公有什么区别？游泳再好有什么用？游泳奖牌拿的再多有什么用？我想要的是一个好老公、好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冰冰，快点！我不都给你推荐周瑜了吗？怎么还打起我的主意了？哼！想当年，你们四大天王驰骋江湖，那是无比的威风。结果就因为当年那点破事就赌气离开。再说，泳队这么缺少人才，你就忍心放任不管？嗯？哎，对，我挺纳闷的。你说你推荐周瑜了，你都不问问他怎么样吗？是啊，我这不就是要问你吗？他的训练情况怎么样？想知道啊？啊？回来呀，回来你就可以天天看。你还能给他指导，咋样啊？咋样？冰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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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今天有训练任务，实在是脱不开身，送你和妈妈到机场去。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，啊？爸爸，我们还会见面吗？会啊。肯定会的，冰冰，这是爸爸用最好的成绩换来的一块金牌。以后你如果想爸爸了，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你就会感觉到爸爸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从来都没有离开你。
妈妈，到了外国之后，我还会继续偷偷学游泳的。到时候咱们通话，你再教教我。好啊，到时候爸爸就电话远程遥控教你游泳。冰冰，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我们还要赶飞机呢，快走。那爸爸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再见。走吧。冰冰，听妈妈的话啊。各就位。5秒8、5秒9、6秒1、6秒3。周宇，过来。得意吗？觉得自己很牛是不是？你的动作比狗刨好看不了多少。那我还不是第一名？什么第一？全国第一是第一，世界第一是第一。你的动作规范吗？标准吗？我知道你是梁有光培训出来的，在我这儿，动作不标准、不规范，什么都不是。解散了。海洋公园不仅承载着我童年的回忆，还是我成长时期的树洞。无论开心还是烦恼，我都会来这里，和海洋动物聊一聊，心情就会好很多。再上来一下，好哦，好棒！来奖一只大鱼，大的啊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奖励一个大的，哇，哎呀！真羡慕你们，每天可以自由自在的游。哎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哎，哎，妈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给你加餐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都行。
你看着办吧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好，还有个事儿，今年的校庆日活动，领导组决定啊，推陈出新，举办一场趣味运动会，来调节学生们紧张的训练生活。希望各位能够鼎力协助，深入落实各个环节，来办好这次的校内活动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。校长，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说。好好，大家再坐。我觉得吧，谷教练他们队里面人数实在太多了，应该分出来一部分人，单独成立一个队。两个队可以平时互相打打比赛，从竞争中可以促进成长。另外那个队的教练呢，人选我也想好了。哎，是谁呀？梁晓光。我反对。锦标赛马上开始了，大家都在培训，哪有什么精力搞趣味运动会呀？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是因为这件事不高兴吗？郝迪，我觉得你想多了。我跟老梁曾经是好朋友，现在依然是好朋友，只是这个人的做事我不喜欢，风风火火，想一出是一出。我觉得他迟早会给泳队挺牢子。你今天这个决定，欠考虑。还老梁，叫的挺亲热嘛。你说的这些事啊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那校长，那您什么意见啊？梁晓光回来不回来呀？也没什么考虑的，他们两位曾经是优秀的运动员，现在同样也是优秀的教练。那您的意思他可以回来？你呀，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，是要校党委会开会才能做决定啊。那就开呀，我替您通知去啊。现在开会。哎，你这个急性子，在校党委会开会之前，我要知道梁有光是什么想法呀。哦，您是这个意思啊？那您是说只要梁有光同意了，这事儿就算定了？嘿，郝迪呀，你这是将我一军啊！啊哈哈。景天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怎么哪都有你啊？我准备在趣味运动会上跳一个啦啦队的舞，我要展示一下个人魅力，景天个人魅力。景天的个人魅力就是这个，这个你懂什么？这个时代啊，会跳舞的男生最可爱，哪个人拒绝得了一个会跳舞的男生呢？哦，行，可不可爱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吧，你这个游泳训练快到时间了。走了。喂。哎，冰冰，听说你有教师资格证啊？对啊，我有的。什么事儿您说吧。是这样，我们呢最近缺一位英语代课老师，你有空的话，能不能过来帮帮忙啊？哦，这事儿啊，
正好我们赛后扣。李明老师，非常感谢，你这次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我会督促小刘老师尽快回来的。主任，您客气了，我很荣幸。那谢谢了。那你先忙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嗯，好，您慢走。好，走了。冰冰老师。等你有空可以来我们马场体验一下。好啊，等我有空的时候。别人，我来。哎，我给你们看看啊，什么叫神投手？不是，来了几个新室友。什么情况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我实在是就是我平常手都挺准的，我不知道怎么今天就手滑了。都不看着人呢。能不能小心点？胡景天。好，我下次注意了。你们认识啊？我新室友。这是我朋友梁冰冰。算我倒霉。要不我帮您把衣服拿去洗一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走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走，回家里玩吧，回家里玩，回家里玩吧。周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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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你还会回来陪我玩吗？周瑜，走吧。周瑜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周瑜，我还要看你游泳比赛呢，你快点回来。来，吃饭吃饭。不吃。哎呀，你也就别生气了，我室友他也是无意之举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。衣服湿了呀，那我陪你一套吧。谁让你陪了？我想不明白了，回国2天，怎么净碰上这种倒霉事？你不说我还没发现，怎么今天穿这么正式啊？你猜？我猜，相亲去啊？对我方尊重点儿。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是正式成为你们的英语老师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当我英语老师？怎么？难道我英语不好吗？是挺好的，确实有这种可能。不是有可能，是板上钉钉了。哎，你以后在我课上好好表现啊，我可不会给你开后门的。是，梁老师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啊。行了，不生气了吧？快吃吧。行。对啊，我一会儿还要做教案呢。你们那个魔鬼主任啊，他给了我这么厚的一堆资料，哎呀，我就不睡觉我也看不完了。你加油吧。哎呀，没有人知道，那个时候的冰冰回来真正的原因，是因为她的父亲梁有光。
慢慢看，你好好看，好好看。哎，春雨，你是干啥的？受什么刺激了？发愤图强？有事儿吗？哎，没事没事。你看，哎，这不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风格吗？行了，别在那儿跟我贫。今天这水球比赛还好你没伤到人，下次别这么冒失了，行吗？不然你肯定会被教练和领导处罚的。我知道了啊，我下次不会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那个女生是谁啊？发小。发小。哎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青梅竹马呀，这么幸福的。5号，待会儿帮我请个假呗，我要出去一趟。行，你别忘了啊，下午4点队里有活动。好。别迟到了啊！哎，走好走好啊，路上小心啊，路上小心。妈，雪菜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怎么你把雪菜送过来了？常叔车坏了，让我去取。再来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管家里的事儿。这个阿强也是。没事儿。是不是逃课回来的？没有，我请假回来的，4点前回去就可以。哎，你那边训练怎么样啊？住的习惯吗？挺好的，就是古教练他。教练怎么了？教练挺严格的，就是有点针对我，跟光光的训练方式也不太一样。傻孩子，你没听人家说严师出高徒吗？你得主动多跟人家交流交流，啊？知道了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收拾了，没事来吧。不用了不用了，快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别耽误你正事儿，走。那我过2天再回来啊。我知道了。已经走到公交车站了。对对对，我看一下哈。哦，对的，是3路公交车，3路公交车。哦，都拿齐了，拿齐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都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哎，最多过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对的，对的，少管闲事啊！哎，这是我的钱！哎呀，走我！别惹我啊！周瑜这人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来？武教练，你们队员怎么还没起？马上就来，抓紧点吧。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教练，不行的话，我来吧。哦，就你来。观众各位，预备。没事吧？都怪我，我刚应该再跑快一点。不是你的问题。没事，尽力就行。哎，
人家周瑜这么特立独行，怎么会瞧得上我们这么 low 的活动？景天，你第二趟跑快点啊！是。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我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好吧。哎，一会儿我们3个去吃点好吃的，要不还吃上次的海鲜自助？我觉得咱仨上次去吃的，我觉得还挺新鲜的。我觉得可以啊，那我请，我们3个好好吃点。我们吃点。行，我觉得可以。火锅呢？能不能吃火锅？你不怕长头？就是。就海鲜自助吧。好吧。我知道他们3个对我有气，但是我不想解释。同学们，你们之前那位英语老师呢生病了，所以这段时间都是我来代课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Hi, my name is Liang Bingbing. I was born here in Zhejiang, China. When I was 8, I moved to the U.S. with my mother. I like equestrian, and I majored in cultural education. 这位同学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自我介绍啊？嗯。英文还是中文？当然是英文。My name is 周瑜 ，swimming， 浙江。All right. And what's your major? 啥？问你专业是什么呢？需要你说吗？我不知道吗？好，同学们，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上课啊！把课本拿出来，翻到第12页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校长，我当年的情况，
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才回来，挺没面子的。当年的事啊，真相如何，我心里有数。那些事啊，都过去了，你呀，还记得这些做什么？4道的梁有光马上要重现了，梁有光，加油啊，梁有光！梁有光第一，冠军是梁有光。他又为浙江队夺得1枚金牌，不愧是泳坛的4大天王之一。在稍后的接力赛中，我们将看到梁有光、周全、古罗、刘海波这4大天王的合体接力。真是非常令人期待。有光啊，当年的你是优秀的运动员，后来也是优秀教练，我对你啊有信心。现在就看你是否有这个信心回归省队。校长，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。好小子，来，咱们谈谈细节。好。梁教练终于再一次回到了他深深热爱的地方，那里有他的青春、勇气、毅力和志气，那里流淌着他的欢笑、泪水和汗水。在那里，他为之江和国家获得了无数的荣誉。当然，那里也有他心酸的记忆。此时，梁教练并不知道，失联多年的女儿冰冰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了这里，默默期盼着能与他相见。每一条波纹催促，每一条都在波光中欢呼。向前一步，每个人都有目标奔赴。我们携手共度多彩西湖，更引人注目。青春不负，每一天都是新的礼物。我们为爱付出，柔美西湖，让美好留住。上次的成绩给我看一眼。你在干什么？大家都在训练，你不需要练吗？散散漫漫，无组织，无纪律。昨天比赛也是，擅自离开。比赛都开始了，人还没出现。当体校是儿戏吗？不想练就滚蛋！教练，其实我不需要解释，迟到了就是迟到了。不想练是不是？好，我成全你。回去吧，等候处理。教练，你凭什么这么武断？凭我是你教练，凭你还什么都不是。高峰，哎，教练。
等你什么时候赢了他，再跟我谈武断。那我要是赢了呢？好，勇气可嘉。AQ Mark。终于可以了。你猜谁赢啊？猜高峰赢啊，肯定高峰赢啊。我觉得周瑜能反超。我提醒过你，不要轻易挑战我，还是乖乖跟着教练好好学习吧。我输了，我认罚。脚上有伤，为什么不说？这点小伤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去医务室，赶紧处理一下。继续训练。光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干什么呢？一个人躲在这角落里面。没干嘛。神色慌张啊，是不是进了体校骄傲了，偷懒不训练了？没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我现在是这儿的教练呢。你回来了？啊？那你回来肯定得教我吧，对吧？那你不教我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你说教你就教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即使我教你，我也对你严格要求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那点算盘。我那么自律的人，我不需要你管，我也能好好练的。还是那么会标榜自己。好了，我现在去给老谷亮个相，过会儿游泳池见。上课别迟到啊！行，去吧。